弥陀大愿无边际，恶道众生不排拒。但要念佛皆救济，远离沉沦永无惧。广心净书。弥陀大愿无边际，阿弥陀佛的慈悲大愿是无人不救，无人不度。他之所以成就名号功德，就是为了要救度十方一切众生，所以他的愿力是无边际的。无边际就是没有界限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众生，还是六道当中任何一道的众生，此方世界、他方世界，阿弥陀佛要救度的对象涵盖所有。任何有名号在的地方，阿弥陀佛都决定要救度。恶道众生不排拒，恶道就是指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这些地方的众生。之所以被称为恶道，就是因为他们生前作恶多端，悭贪吝啬，愚痴无智，颠倒是非，死后受到业力的感召，投生恶道当中。然而这类的众生，阿弥陀佛都不排除，不拒绝，也就是不分别，不放弃。虽然他们是造罪造恶、罪障深重的众生，但是阿弥陀佛仍然平等救度，永远不放弃。阿弥陀佛是用这样的心来对待一切众生。但要念佛皆救济，阿弥陀佛对众生唯有念佛一项要求而已。无论是哪一道的众生，只要念佛，阿弥陀佛决定救度你。你在畜生道念佛，阿弥陀佛救度你；你在地狱道念佛，阿弥陀佛也救度你。何况是恶道以上的众生，只要念佛，阿弥陀佛皆救济。救就是救度，济就是让你安心的意思。阿弥陀佛要帮助你，让你脱离开六道轮回苦海，没有其他条件，就只要单单念佛就可以了。远离沉沦永无惧，你可以远离沉沦，意思就是不会继续堕落受苦，不用在六道当中沉沦，永远不用再害怕。阿弥陀佛就是要让你依靠，无论你在何时何地，他永远都要救度你。所以你们看，阿弥陀佛是这么的慈悲无量，愿力无尽。我们要很感恩阿弥陀佛，为了救度一切众生，阿弥陀佛花了兆载永劫的时间修行，将他修行来的功德浓缩集中在这句名号里，就是要给众生依靠，让众生不会恐惧害怕，让众生得以解脱成就。他要给众生希望，给众生将来，给众生一个安心的归宿。我们这世有机会能听闻阿弥陀佛名号，一定要好好把握，精进念佛，不能再错失了，否则一旦继续堕落轮回，将来想再有遇到佛法的因缘，得到了脱生死的机会就很难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